讲的这高雄市的倒滑，虽然讲互真侪用路人感觉真惊吓，不过根据统计高雄市今年顶半年前3名交通违规项目当中，依照顺序说是超速、违规停车，也佮有弄红灯。其中呢，翕相违规上侪所在，毋是市区，是郊区。位伫产业区的这六步路上，每一个月平均是翕到上千张这违规哦。半年以来，已经为这个市库赚1100万咯。无论好天也是落雨，附近的人伫遮过，拢会甲速度甲放较慢的。因为头前即座超速的翕相机，是规高雄市开出上侪罚单的翕相机。根据统计，即座伫个田寮六步路的超速翕相机，干那伫个顶半年就已经开出9442张的罚单，平均一个月就有几千张的，拢总爱纳的罚款有1100多万。那个地方有很多砂石车跟大车，是连续弯路。这个数据一个出来，互人感觉真惊吓。因为超速翕相机王，毋是伫个人侪车侪的市区，是伫个这个郊区。若要对这个较有项来甲看，定定互外界认为讲是高雄型的这个倒滑，嘛无列伫个其中。其中是以超速上侪，过来是违规停车，过来是弄红灯行倒滑。总计顶半年伫个高雄市，就开出这个70万6065张的罚单。天50而已，所以每次外地人不晓得，随便都一定60、70以上。甲看这个过年的时阵，高山渡轮站路边的违规停车，这车甲这个规个车道拢塌掉咧，害公车根本都无法度入去。过来看这个轿车，伊来弄红灯，所来去弄着骑奥多摆的，害伊跋倒侧伤。其实这意外发生，甲这个违规拢有牵连。搁要呼吁民众讲，罚钱事小，就要遵守交通规则，才会当快乐来出门，平安返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